我们非常感恩。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，也祝福各位身心愉快。那我们回去尽量今天教授所讲的，要记得，利益别人就利益自己。你要利益自己，你一定要先利益别人，这点你一定要好。好，谢谢各位。这点是时的前道功，坤道功。西和爱想单位事业问领会班班员成项目技能五行三之功前道一之功，再之功，三之功，感谢同学之功。感谢蔡别师之功，坤道一之功，再之功，三之功，感谢红别师之功，感谢蔡别师之功，一起之将项目技能五行三之功里，田道一之功，再之功，三之功。持教全之功，持教红莲师之功，宋教蔡莲师之功，坤道一之功，再之功，三之功，持教全之功，持教红莲师之功，宋教蔡莲师之功。好，谢谢各位好了。